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晡日来讲一只割肉了情孝子的故事。忠孝参加香港彝族是客家人的家乡，所以才当到客家总督接上为堂督，日等人忠心孝子，两件事耕田读书，也是讲按理客家人当从事孝道。在日本时代，玻璃井一心里等幸福，有一个上班的人，公婆都40多岁，还没养子，就是老隔壁庄头本一个生意呢。这生意就是今晡日要讲的故事主角潘阿灿。他个亲生也爱，没是生活当艰苦，将会老来儿本人做养子。人讲买天唔敢天心行，买子唔敢险子命。虽然心肝肚当唔盼得，也是无奈何的事情。好得几个让人当设计，该两时大家生活都当苦，还是本己去读书，小学毕业了后，去老人做新路，承受家庭经济。平常时对人爱当友好，不下某天某地是老人漂日甲人等冬天来讲，到23岁头不养，拥有一子两女，佢平常做天蛇，不养才不下学界养主，料理三餐。日子虽然辛苦，看到生意日大。一家大小平平安安，每次都当幸福。不过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多年，才佢31岁开始，母主就风见了木有，甚至生活都当棒茶。那有钱和本性上看，母主就安样没看到嘞。刚改天欠水，学改马学到来铺，养主又养到白蓝肚，生活苦到脚趾头都为了目之无。民国43年，潘阿灿37岁改下，家爸因为久病想要是吃肉，不下没办点钱，想到7个没能力奉养4代人，母主又看唔到。心肝越想越艰苦，碰到家妹老伴娘出门做事改下，个7家脚肚肉就本家爸食了后，心肝闷，听着我流血流到死，就来在面窗，水彩伤口个血见流，好得咯，好得本领下发觉，将救转几一条命。消息才报纸传开来，许多当人来关心老帮助，南头人容和办法好向国家改变，表扬几个显好事迹。我个故就讲到这位，希望大家